伫个卫福部医学会副执行长王玉伟，甲成功大学的校长沈梦如共同的感告，卫福部台南病院的院长有着卸任的杨延光，将印信递交予新任的欧建会来接任。团队为我们留下珍贵的记录，敬请大家给予热烈掌声。欧建会院长是成大病院毕业科的主任甲教授，毋过对公职医师高考受训期间，到大院医师、主治医师一路行来，拢甲台南病院有密切的关系。陈荣武校长推荐我担任这个台南医院院长一职的时候，他给我3个字做勉励啦，就是第一个是亲，就是3个字就是亲情悯，3个字作为勉励。亲就是说要跟同仁亲近，要把同仁跟那个病患当成自己的一个亲人来看待，那要照顾病人，还有一个员工的一个福祉。那勤就是勤劳做事，还有勤奋不要怠惰，这个我应该是做得到了。那再来就是敏，就是说要有敏锐的一个观察力，要做对的事情，要有效率，工作要有效率啊，不要做一些没有效率的工作，要让整个一个医疗的环境做一个很有效率的一个工作。现场的贵宾对着新院长有勉励以外，同时嘛肯定卸任的杨院长的努力。卫福部台南病院不但拥有128档的历史，而且近年来伫个医疗实力、甲硬体建立上取得进展，整个医疗服务品质嘛哪来哪优质，并且得到病患的信任甲肯定。虽然我们有很多的还没有做得很好的地方，可是我们知道医护会每年会对我们26家医院有一个客观的病安的一些调查，在病安的调查里面有一项我觉得蛮重要的，就是病人的满意度。那在10所医护会的部地区域医院里面，台南医院这过去几年来都不是第1名，就是第2名这样。那我想来自病人的肯定比其他的指标还更重要的。那再次的感谢，这个是大家的努力，医护会的努力，陈大努力，还有所谓同仁努力。我希望这些东西，台南医院在欧院长的领导下，应该会越来越好。下午的交接典礼出席贵宾包括卫福部医学会副执行长、成大校长、成大病院院长，还有卫福部各病院院长、市府卫生局甲社会局、贵综合病院的总裁、工会代表等，以及统一企业的总裁罗志先，嘛拢应邀出席，场面盛大。台南新闻联跟采访报道。